那来到台阶的一帮的风景的漫谈的地方，那你到做一条那个上帝的法来，那台湾的经验，在四边纪念15节让人讲到的台湾讲，那个木做单强向个上帝的喜，因为到上帝甲我腳突出從一名高度嘅方面，腳分名高度嘅方面，咪意思呢？不啲各樣各樣嘅問題產到，各樣各樣嘅問題撻到，各樣各樣嘅痛苦撻到。意思嚟講，佢撻到佢冇看出一個問題，冇看出一個痛苦，一個目標單向看上帝嘅喜，意思單向希望上帝，一個盼望單向向上帝。那上帝幫持佢，上帝甲佢同在，上帝甲佢突出從呢一切嘅名產到嘅，一切問題產到嘅。那詩篇記16第8節一樣講到，我目標思想將在上帝嘅喜，我看到上帝。氣在我真受片，咪意思呢？係講是講嘅目標望在上帝嘅希望，並在上帝嘅上帝，要在是講真受片，大家嘅同在，是講嘅信心唔係幼童，是講嘅腳步唔係幼童，是講嘅心腸唔係幼童，個意思是講本響在上帝裡面，嗱，但係個信心響在上帝裡面，各樣各樣嘅苗嘅問題、苗嘅痛苦、苗嘅慚愧。他自家嚟講，自家有能力學嚟對付嘅，因為上帝甲自家同在，這樣自家係春天，上帝有問題之時，冇做將在上帝嘅氣，冇將在有問題嘅氣，你一天得到新嘅力量，得到強嘅力量，那主耶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